阿爸，行路做嘛排呀排？列车无识青菜，嘿无？嘿哦，列车无嘛识青菜，搁又冲到一下，无要紧啦。阿爸，爱识到青菜啦。人讲日日无识青，行路偏冲强。三餐都食肉，小劈三只肉。嘿啊，头摆青菜睇人安尼讲，七家煞唔晓得做。阿爸无要紧，咱先来量血压，请鱼粗粗的将灯行，35分钟是食得嘞。我今比着长手，实在七只量无。阿爸，请鱼先同蚵脱皮咯，第摆个三手唔是捏起来，请鱼同手穿入来，手把将向光上，讨量血压个时，唔好讲话，也是做其他个动作哦。好了，阿爸，你血压量有较高，要注意哦。好。我来用热温枪量一下你体温，36度半，正常哦。落来。